大家好，我係阿納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澳門宣布喺2026年4月10日至6月18日推出為期10個星期嘅2026社區消費大獎賞。官方話，今次活動預計會向全澳市民發放總值接近4億澳門元嘅消費優惠，覆蓋全澳超過2萬間線下商戶，目標係刺激社區消費，帶動本地經濟。表面睇個計劃聲勢好大，但講真，市民最關心嘅唔係數字有幾靚，而係自己到底拎到幾多，用唔用得到，會唔會最後益晒商戶，自己就陪跑。今次機制主打週末抽券，平日核銷，即係話市民喺星期五至星期日用手機電子錢包單筆消費滿50蚊，就有3次抽電子優惠券機會。券面額分5種：10元、20元、50元、100元同200元。抽中之後就要喺緊接住嘅星期一至星期四去合資格商戶使用，而且仲設有3倍消費門檻，即係10蚊券，要先使30蚊先扣得，亦可以疊加使用。政府講到呢套安排好似好精準，話可以將人流由週末分散去平日，令更多中小企受惠，激活社區經濟內循環。不過網民反應就好直接，呢個究竟係幫市民定係變相逼市民先使錢去救商戶生意？其中最多人質疑嘅係所謂近4億優惠，究竟有幾多真金白銀真係落到市民手上？有網民直指4億救市民，實際都唔知有冇1億，因為優惠券唔係現金，更加唔係人人平均有份，而係要你先消費，再抽獎，再限時去核銷。抽唔中就只係不停見到多謝參與，就算抽中，如果返工返學，平日冇時間去指定商戶消費，張券一樣可能變廢紙。更加現實嘅問題係，商戶會唔會借勢加價？有唔少留言都鬧爆，話政府攞咁大筆公帑出嚟，最後可能只係令部分商戶坐順風車加價，令通脹再升。到時官商兩邊都話計劃成功，真正埋單嗰個仍然係普通市民。有網民講得好白，官商 win win， 市民最傷。至於對弱勢群體，今次就設有免抽安排，合資格長者同殘疾人士只要拎住有效嘅澳門通長者卡或殘疾卡，喺指定設備拍卡，就可以直接拎到500蚊立減優惠。官方話等同可以用優惠價買到總值1000蚊嘅商品或服務。呢部分安排相對直接，門檻亦較低，算係今次方案入面少數比較清晰、較少爭議嘅一環，但係變相助長商品加價嘅動力。不過對大部分打工仔嚟講，問題仍然無解。平日星期1至4先可以核銷，但大部分人正係嗰幾日要返工，真正有時間消費反而係週末。政府口講想谷平日消費，撐社區小店，但現實係市民生活節奏未必配合到政策設計。如果使用門檻高，程序又煩，最後只會令人覺得不如簡簡單單直接派消費卡，起碼人人有份，唔使靠抽。仲有一批聲音更加唔客氣，認為今次活動根本係做 show 多過救經濟。當北上消費已經成風，澳門本地零售飲食面對嘅問題，未必係市民唔願意消費，而係物價高、選擇少、性價比低。如果唔正視根本問題，只係一輪又一輪靠抽獎式補貼去托市，效果恐怕有限。講到底，社區消費大獎賞包裝得再靚，都改變唔到一個核心事實：市民要先使錢，先有機會拎着數。而唔係政府真係無條件派福利俾你。呢場號稱近4億嘅消費刺激計劃，最終有幾多真係落到市民袋，幾多又只係數字遊戲，大家心中有數。